桑，大家好，欢迎来自在学藏文。那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是《咒芒也这个对吧？阿爸第5篇。那我们先念诵一下短篇的礼赞文。哈塔哈米追本吉，沙基贝莫拉杜特，红巴滚雷追在马，追马鱼拉恰切喽，红接着马帕马追马拉恰切喽。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1篇。恰切给把他们美德儿，跑为成为乌那内马，也讲云滚滚内过给差异崩林 number 的种嘛。那这边的恰切就是顶礼，给把呢指的是节，他妈指的是最后，加一个属格的，梅是火，单儿是如同。那衔接下面盘瓦呢指的就是燃烧的，千瓦呢指的是蛮，燃烧的蛮就是光蛮，就要一指前面的这个火，节末火一般，就是这样子一圈的样子。那这边物呢指的就是中间，这个呢就是位格，中间的位置，内安住待在，那就是一指杜母呢，它安住在如节末火一般的地方，极静。那这个火呢，节末火呢，就是如7颗太阳一般的那种炽热感，它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遣除一切邪魔外道，然后能够摧毁轮回中的一切烦恼。那接下来耶呢是右，仰是身，云是左，坤呢是区，坤内呢指的就是周遍存在。那 gor 呢是围绕， ge 呢是欢喜，那就是以左屈右伸欢喜的姿态。差异呢是敌人，光呢是军队。那这个呢是一个填充音节，它没有特别的意思。number 9呢是击毁，那以这样的姿态呢，能够击毁一切的怨敌，就是视线愤怒相，然后能够摧毁敌军。那这尊杜母呢，向他祈求能够保護我们的护轮，能够消除远离一切的障碍，而去赞叹他。接下来，擦切扎西温拉恰尼恰吉，听吉눈징샤기懂吗？청년尖在一 K 红吉，里巴顿波南尼 K 嘛。擦切顶礼，扎西呢是大地，这个的눈呢是表面，大地表面，拉是拉臀，在大地表面上，恰是手的敬语，吉，接下来听是手掌，那手的手掌，吉这是一个打句作格，进行了一个动作，女经击打。那샵呢，这里的紧是一个连接词，而且샵呢是脚的写萨，这做了一个动作的打句。咚呢指的就是踢踩踏，那这边就是连接在大地上的表面上，手呢击打，脚踩踏。那这里在指这尊佛母的动作，那手按大地母也是救济恶度母，那就是它能够压着所有的为缘。那冲烟呢就是怒文，尖是具有，那具有怒文，在呢是做的一个写萨，做就是以 K 哄呢就是文字，然后哄呢是它的咒语，然后 gi 就是一个打句连接下面，它面露怒文呢，然后发出一个哄字的文字，能够礼拜顿波指的就是7重魔府。7种魔府呢是指3恶趣，人、天界、色界以及无色界。那么呢就是等等这些地方等等都能，你是一个填充音节，K 呢是击毁、击碎。那它拥有呢金刚火，能够摧伏一切的为缘，将这些7重魔府呢皆能够摧毁。那就是这尊杜母呢，在礼赞他，
就是它的一个力道，就是能够将一切鸡同魔府敌难啊都能够解救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结束了对于度母报身的赞颂，那接下来要对于法身做赞颂。恰切得吗给吗喜吗，两眼得醒追你吗，梭哈哄堂扬他点北，迪巴千波穷巴你吗。那这尊本尊度母呢是白度母，那就是它呢得吗就是快乐，给吗就是善，喜吗呢就是极静，那是大极静度母，就是白度母，它远离了一切的痛苦以及业和烦恼，它拥有无漏的大乐。养烟呢是养烟得，就是涅槃，习呢是极静，居呢是行静，迷是自信。那他的自信呢，拥有极尽涅槃的行径。那法身佛母呢，就是普贤佛母。那梭哈呢，梭哈哄就是咒语。躺和仰踏真实，得就是具有。这个北是一个承接下面的。它这样真实的咒语呢，底巴罪恶前波大罪恶，种巴呢是摧毁，迷自信。那这样子的咒语，真实的自信呢，能够摧毁一切的大恶。就是用法身赞叹，白度母呢，它的咒语以及它的语的一个顶礼。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完了三尊度母的寄颂，非常谢谢大家。